全港歡迎神舟9號載人航天代表團大匯演，淨係聽呢個活動名就知道厲害啦！出席嘅嘉賓就包括有李克勤同埋古巨基。阿克勤話佢同航天員係好有緣噶，佢哋次次嚟香港，克勤都有份演出，就連佢屋企都仲掛住楊利偉嗰張合照，仲千叮萬囑阿仔仔一定要睇佢今次嘅演出啊！至於阿基仔呢，佢今次就被安排同航天員景海鵬對話，難得可以同太空人傾偈。基仔同大家諗嘅嘢都一樣，個個都好好奇究竟太空人喺太空係食啲乜飲啲乜嘅呢？佢好風趣咁話期待景海鵬下次可以帶啲香港嘅美食，好似煎腸粉咁上太空。跟住提及到基仔嘅好朋友劉翔，基仔就自爆同阿劉翔已經聯絡過啦。佢話劉翔而家嘅情緒都幾輕鬆，仲叫阿基仔放心添。而家劉翔嘅媽咪心願呢，就係劉翔快啲識翻個女朋友。當然講到呢度，記者就會問張子琳咪佢女朋友咯。基仔就話佢已經八卦過噶啦，劉翔就話唔係，只係傳緋聞啫，真唔真我就唔知啦。不過識女朋友呢啲嘢唔急得嘅，最緊要都係佢隻腳快啲好翻啦。